脱身，为蛇未数，又1500劫，方的人生，或有母胎中死，或在海豹中亡，毕竟不享天年。家更有造作淫书，坏人心术，死入无间地狱，直至其书灭尽。因其书而作恶者，罪报皆空，方得脱身。淫书之危害，不可胜数。常有名归书缘，识字之文，或绿窗骤进，或青叶灯阑，展卷视之，魂摇魄荡，不经欲火之焚，俱成奔切之行，至劫复失劫，真与丧真。更有聪明子弟，嗅而有闻，一见此书，遂起欲想，或手淫而不至，或目挑而苟从。小则着丧元阳，少年尽折，大则独乱伦纪，不耻适龄。若夫巧作传奇，当场演出，教习必同，被试淫态，乱人清操，不可胜数。知其根由，皆淫书所致。家奈何世子，以宿世之慧根，握7寸之笔管，不思有功于世，积福于身，徒造无穷之孽，干上帝之怒，自倒于冰渊火坑而不恤，生可悲也。回家6120文昌帝君借口过文。回自服善或淫之礼章，而积得类功之事出，明乎此者，故以知德之可好，与善之当位矣。然而香山还待，事出偶然，岂尽11经于道左，闭门却闭，原非妖狱，何须欲暗示之云环？唯有现前因智，贫贱能为，不费金钱。福缘最大者，莫如借口过，犯口过者，于己无益，而损人最多。借口过者，于己无损，而益人不浅，乃由痰毒血，既市井之习成，而嬉笑诙谐，亦通人之切病，彼不过快一时之便捷，不知造百世之孽根，混明出而子孙受其羞，隐恶章而终身露其耻。高谈风月，听者因而倒淫，妄论归门，好事从而废隐。说贫贱人之陋态，如盲剌其心胸，谈富贵者之为实，似刀削其面皮。临两人愤诉之词，宜设论而争端我起。当彼此不知之事，亦相闻而嫌隙我开，好谈滋味之美，是起天下之杀机，喜言惩恶之能，使引人心之刻薄。一骂人而辱及其先世，殊大都矣；一怒人而咒及其子孙，何太忍乎？凡言